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6月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约珥书第2章18到2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到第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万事都能。基督徒谈到智慧，谈到能力，谈到权柄，都应当非常的清楚，那是从来自上帝的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端。在人没有能力处理的事上，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够来处理。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，上主说，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，天比地还要高，一样的，我的道路也比你们的道路还要高，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个是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。根据创造论的观点，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、所赐予、所赐福，一切也都是上帝所关心、所看顾、所保守。除了上帝，人还能靠谁呢？约珥书这样的提到，上主在关怀他的土地，怜悯他的子民。他回答他们，我要赐给你们五谷、美酒、橄榄油，你们将得到满足，别国不再羞辱你们。我要使北方来的黄队远离你们，我要把他们赶到荒凉的地方，前队赶入死海，后队赶入地中海，他们的尸体臭气冲天。由于他们加给你们的灾害，我要毁坏他们。先知约珥针对被掳的以色列人谈到上帝的应许，要成为他们的拯救，赐给他们盼望。约珥对以色列人说，那几年我打发了一对对的蝗虫，他们吃掉的农作物，我要补偿你们。你们将有丰富的食物，饱餐足食。你们要赞美上主你们的上帝。我为你们成就了奇事，我的子民永不再被藐视。以色列啊，那时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当中。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，除了我没有别的。我的子民不再蒙羞。虽然以色列人曾经违背上帝，离开上帝，因此他们被掳，但是慈爱的上帝仍然在以色列人无能为力、失去盼望的情况之下，赐下应许。上帝应许他们将来的盼望。约珥书第2章是我们时常在圣灵降临节的时期引用的经文之一。21节到23节这样说到到24节这样说到：土地啊，不要害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主为你们成就了大事。走兽啊，不要害怕，草场的青翠碧绿，果实累累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再度出产佳果，
西安的人民啊，要欢乐，为上主你们上帝的作为欢心。他赐给你们适量的食雨，他像以前一样配降春霖秋雨。打谷场上将堆满五谷，榨槽将溢出酒和橄榄油。上帝要赐给他们丰厚的收成，全地将不再荒芜，将要丰收。这是一表上帝再次的保守赐福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要赐下应许，让每一个失去盼望的人，因为圣灵的降临，充满生气和盼望。圣经说，以后我要把我的灵倾注于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将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。那时我甚至要把我的灵倾注于奴仆和使女。保罗是一位强而有力的外邦使徒，他与人辩论真理也极有智慧。但是保罗这样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和高深的学问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拿定了主意，当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除了耶稣基督和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以外，什么都不提。因此我要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，十分软弱，又害怕，又战战兢兢。我所讲的道，所传的福音，都不是用委婉动听的字眼，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证实的，使你们的信仰不根据人的智慧，而是以上帝的大能为基础。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时常提及他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他所传的是这个复活的基督，而不是为了要高举他自己。他所传的不是用这种美丽的辞藻，而是真实救恩与真理。他受呼召是因为圣灵的呼召，他所传的也是圣灵所启示的，他所跟随的也是圣灵的引导。保罗所拥有的是圣灵的智慧。他说，然而对那些灵性成熟的人，我也讲智慧，只是不讲属于这世界的智慧，也不讲那些即将没落的世界统治者的智慧。我所讲的智慧是上帝奥秘的智慧，是那向人隐藏着，却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使我们得到荣耀的智慧。世界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个懂得这智慧，如果懂得，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上帝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上帝为他们预备，正是眼睛没有见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也从来没有人想得到的。但是上帝借着他的灵，把他的奥秘启示我们。圣灵细察万事，连上帝深藏的旨意都能细察。至于人，只有他自己里面的灵才知道关于他一切的事。同样的，只有上帝的灵才知道上帝一切的事。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上帝，是赐智慧的上帝。
原本以为自己很爱上帝，为上帝压迫教会的保罗，后来他就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，因为他所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信息，就是主。因为保罗他自己曾经遇过基督，特别是在他软弱的时候，他遇见了基督，他得到了基督的医治、赐福以及呼召。他知道只有基督万事都能，因为只有上帝的灵才能知道一切的事，世人是无法知道的。诗篇48篇，在我们上帝的城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上主自大，应该大受颂赞。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，大君王的城使万民欢心。上帝在城的堡垒中，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。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，他们一看见这城，便惊慌失措，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，在那里他们被恐惧抓住，像临盆的妇人那么的难过，像被东风击破的大船。我们曾听见上帝的作为，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，我们亲眼看见了，他要永远保守这城。上帝啊，在你的圣殿里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。普世的人都颂赞你，你的名传遍天下。你用正义统治，愿锡安山欢喜，愿犹大的城邑快乐，因为你的审判公正。你们要绕着锡安山走，数一数它的城楼，你们要查看它的城墙堡垒，好向后代述说，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。恳求天父让我们学习谦卑，学习顺服，学习祷告倚靠，让我们明白倚靠上帝是万事都能，是我们唯一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